樣沽空你一定唔知嘅嘢。第一，沽空其實唔係乜嘢新嘅概念，唔使特別學㗎。你買一樣嘢有個原因想要咯，你買一樣嘢亦都有個原因唔想要咯。沽空其實就同第二點一樣，你有一個原因唔想要一樣嘢啫嘛。個底層邏輯由頭到尾都係一模一樣嘅，就係你做一個行動，買又好賣又好，之前你要有一個原因。所以沽空你咪當佢就係你之前已經拎住咗一樣嘢，你而家想賣咗佢啫嘛。所以下次邊個名師教你話點樣做空啊，其實有乜好教呢？唔通幫你撳個紅色嗰個掣賣出咩？第二點，沽空者最後一定其實要做一件事，就係買翻佢啦。遊戲規矩就係咁簡單，你向個經紀借貨，借翻嚟賣出去就係沽空。假如時日你要平倉啦，你就喺市場買翻嚟，還翻啲嘢俾個經紀。如果你有聽清楚，佢最後一步就係要買翻嚟啦，所以佢哋都係最大嘅潛在買家，佢哋最終都要撳翻嗰粒綠色掣。第三點，買股票賺錢理論上可以無限咁大，但係沽空你賺錢最多得100% 啫。背後嘅道理就好簡單啦，買股票無論幾多嘅價錢都好，佢理論上可以一路向上升，但係沽空嘅話，無論乜嘢價錢開始都好，佢最終只可以跌到零，係有上限噶。所以喺一個賺錢有上限嘅情況之下，所有嘅沽空者最終都要係買家，就係咁嘅意思啦。佢哋總係要揾個時機走嘅。第四點，沽空其實需要更加高嘅技巧、時機、速度，成個節奏其實同持貨好唔同。你持有一隻股票，你可以揸到死嗰一日，例如你信仰伊朗爸爸嘅，你咪一路揸 Tesla 揸到死嗰一日咯。但係如果你唔信仰 Tesla 嘅，你做沽空，無論你有幾多錢沽到1蚊都好，你最後一日你都係要平倉。所以沽空嚟講，可以唔使理由，可以好瘋狂，可以快到你驚啦。所以點解歷史上單日最大升幅通常都係喺熊市入邊出現呢？咁係因為熊市入邊就需要有沽空者做平倉呢個動作，一嘢抽翻起成個市。所以喺熊市入邊做沽空嘅人就好似玩緊一場音樂椅嘅遊戲咁，你要同所有沽空者鬥快，邊個平得慢，最終就冇肉食噶啦。不過捉 timing、捉時機係投資入邊最難掌握嘅嘢，普通人根本就冇優勢。第五點，除咗沽空，其實你仲有其他好多選擇。今次嘅跌市係由2月中開始，並非大家所想嘅4月2號解放日，又或者係關稅日開始嘅。睇翻今轉各類型主要嘅資產類別表現，你會見到2月中跌落嚟一陣，其實黃金、日元、債券特別係短債係上升嘅，所以總有句說話就係 There is always a bull market。問題係你有冇基本嘅知識去把握佢哋呢？了解個大環境做緊啲咩，知道個投資方向幾時做啲咩。股市、股票、equity 只係其中一樣資產類別。你要知道一樣事實就係，一個地方嘅股市同一個地方嘅股票係有極高嘅相關性。當個大市跌嘅時候，基本上當中邊間公司都唔會好得去邊。與其喺入邊死揾爛揾啲機會，與其喺一嚿屎入邊揾一嚿冇咁臭嘅屎，你更加應該走出呢個資產類別，尋找更加多更容易做嘅選擇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即時嘅資訊，歡迎 follow 我 Instagram。投資師嘅宗旨係幫大家，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己嘅 asset manager，擺脫坊間快靚正嘅思維陷阱，慢慢致富先係每個人可以做到嘅事。如果覺得今條片長知識嘅話，幫手 SLS share like save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